主后2023年2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诚实三款态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。约瑟交代管家讲：“你着照因带去的分量，将粮食甲因逐个人的布袋入屋殿，搁将逐个人的银落伫因的布袋口，将我银的酒杯下伫迄个上少年的布袋口，伊买5国的银嘛刷下落去。”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。天一个光，遐人送约瑟的兄弟甲因的女仔离开。因出城行无偌远，约瑟甲管家讲，赶紧去对入遐人，入着就甲因讲，恁是安怎用歹报好？恁哪会偷摕阮主人的银杯？这是伊啉酒用的杯仔，嘛是卜卦得用的。恁安尼做真毋对。管家入着因，将这话甲因讲。因应讲：“先生，你哪会安尼讲？你的仆人绝对袂做即款代志。阮以前伫布袋口看到的银，都对甘地带来还恁。阮哪会对恁主人会假偷摕金银？你的仆人中间无论什么人，互你抄着，就互伊死。阮嘛要做你的奴隶。”管家讲：“好，照恁的话做。伫什么人遐抄着，迄个人就做我的奴隶，其他人无做。”因赶紧将布袋搬落来涂骹，逐个人将因的布袋偷开。管家就对大个开始抄到细个，迄个银杯竟然伫便雅悯的布袋内抄着。看到安尼，因就拆里衫，将物件互女宰，倒去城内。犹大甲伊的兄弟到约瑟的厝，约瑟还伫遐，因就趴伫涂骹拜伊。约瑟甲因讲：“恁哪会做即款代志？恁惊毋知我即款人会晓卜卦？”犹大讲：“阮还会当对我的主讲甚物？阮无话通讲，嘛无通辩解。上帝已经查出你的仆人的罪过，阮甲迄个互你抄着银杯的，拢要做你的奴隶。”约瑟讲：“我绝对袂安尼做。伫什么人遐抄着银杯，迄人就着做我的奴隶。恁其他人拢通平安返去恁老爸遐。”犹大行进前对约瑟讲：“我的主，请允准你的仆人讲一句话，毋通受气。你甲埃及王平有关并。我的主，你捌问阮讲，恁有老爸有兄弟无？阮应讲，阮有老爸已经年老，阁有伊年老才生的煞尾囝，伊的亲生兄哥已经死，因老母干那放伊一个，阁因老爸上疼伊。你甲你的仆人讲，带伊来我遮，互我亲目看着伊。阮甲我的主人讲，囡仔袂当离开伊的老爸，若离开，伊老爸会死。你甲你的仆人讲，恁的煞尾小弟若无甲恁做伙倒来，恁就免想要见我。阮倒去你的仆人，阮老爸遐，就将你的话甲伊讲。阮老爸讲：“恁阁去甲咱买一寡米粮。”阮就讲：“阮袂当落去。你若互阮煞尾小弟做伙去，阮就落去。
煞尾小弟若无甲阮去，阮就袂当见到迄个人。你仆人，阮的老爸甲阮讲，恁知我的某甲我生2个囝，一个离开我，伊一定互野兽徛喙啦，到当我还毋捌阁看到伊。但恁阁将即个带去离开我，若伊拄着灾害，就是恁害我白头毛凄惨落阴间。阮老爸的性命甲即个囡仔的性命隔3年。当阮倒去你的仆人，阮老爸遐，若即个囡仔无甲阮做伙，阮老爸看无伊，阮老爸一定会死。安尼就是阮互你的仆人，阮老爸白头毛凄惨落阴间。你的仆人有对我的老爸报即个囡仔，讲：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你，我愿一生担即个罪。但求你允准你的仆人留地，替即个囡仔做你的奴隶，互伊甲伊的兄哥做伙转去。伊若无甲我做伙转去，我哪敢去见阮老爸？我不忍心看到阮老爸拄着即款灾祸。以上，用诚实3款待。30年前的某一日，我去邮局柜台领钱，领完就直接离开，倒去到厝，甲钱摕出来点算，感觉若像毋对。搁再算一遍，也对铺仔的钱额，原来加出2张500块钞票。我随时转去邮局，甲加领到的钱退还互柜台人员。柜台人员有一丝仔惊碍，因为我若无归还，伊也毋知。毋过减的伊必须负责赔偿，所以伊迄时一直甲我说谢，连局长也来道谢。30年后，我去市区的某一间邮局，搁拄到迄位柜台人员，伊一个手就认着我，搁主动向我拍招呼，即时已经做邮局的局长啊。伊看到我，特别讲起即件陈年往事，搁甲身边的同仁讲即件代志头尾经过。当年2张500块有通互我作业摕来买全家2礼拜所需要的伙食。总是因为信仰的缘故，我选择诚实做人。约瑟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伊看看安排安怎甲兄弟正式相认，因为双方分别已经超过20年，因早就袂记伫眼前的小弟约瑟。43章讲到约瑟亲自接待兄弟，佮按照因的大细汉顺时钟心安排座位，互因深感奇怪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，约瑟吩咐人甲银杯放伫便雅悯的袋仔内。约瑟安尼做，并毋是为着报复，是要测试兄哥因是毋是有诚实。当银杯伫便雅悯的袋仔内找出来的时，兄哥大家真悲伤，陪便雅悯斗阵转去城里。因一个见到约瑟就向伊跪拜。这时犹大无袂记得伊对老爸的承诺，详细向约瑟讲伊对父亲的承诺。这个真诚的话一句一句拍动约瑟的心。对犹大的言谈中，咱通看到伊真情流露，表达出对亲人的情感。
对犹太为便雅悯的哀求中，阁通看见老爸雅各和便雅悯之间亲密的关系。犹太伫会议中特别提起，顶一遍因来埃及买粮食的时，约瑟捌要求因一定着带上细汉的小弟做伙来，才通见伊。因有照约瑟的要求，请求老爸互因带小弟前来埃及，想袂到竟然互因惹着麻烦。致使代志变甲搁较复杂。犹太特别强调，阮老爸的性命甲即个囡仔的性命隔3年，等阮倒去你的仆人阮老爸遐，若即个囡仔无甲阮做伙，阮老爸看无伊，阮老爸一定会死。咱看到犹太一再提起伊甲老爸之间的约定。以及伊对父亲的承诺，用上真诚的方式回应约瑟。伊阁甘愿留来做奴隶，互小弟转去见老爸。犹太无逃避任何责任，一再清楚表明家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换取小弟便雅悯通安全回乡的机会。读完这段故事。你是毋是也会互犹太的真诚拍动呢？人甲人之间的相处，并无需要伤济的铺塔和花言巧语，发自内心的真诚表现，才会当互人感动。默想，甲人交往的时，我是毋是会因为信仰用真诚3款态呢？我是毋是愿意用基督徒的身份活出美好的见证呢？甲人交往的时，我是毋是会因为信仰用真诚3款态呢？我是毋是愿意用基督徒的身份活出美好的见证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感动我的心，求圣神持续带领我。互我对无共角度阅读圣经，也不断反省家己是毋是用真诚对待人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